花莲地震了后，有真侪建筑物放大红单，有一寡社区被拆掉，说是互县政府无列做是强制爱拆，而且这拆的经费就要8000多万，家己爱负担。不过那天内伫饭店，县政府说是主动协助，偏偏拢是放大红单，为什么政府处理的方式会无共款呢？县政府表示讲，若是开政府的钱，就是一定爱危害到公共安全。另外，中华公路的流芳桥路段呢，又过这石啊放落来，台北线天祥到德鲁古这站暂时无开放通行。画面内底规个真营业，连路拢看袂清楚。空翕下骹的车路，都是台北线中华公路，两边边仔是山坎。伫174.1公里的所在，流芳桥的路段对方的山壁，30早起7点，搁一解放起，大大细细土石是一直拼落来，有的是喷去甲路面。要放车那时候就发现整个烟尘都看不到了，石头会乱飞，对面的石头会乱飞，你从你侧边打过来，你根本不知道。就算车路也有法度行，公路局考虑安全，赶紧甲台北线天祥到德鲁古的路段先紧急封起来。5月7日中昼进前暂停通行，地动唔但引起崩山，嘛出现真侪危楼。这个本来都完好的，然后这个又更炸开。画面内底这个条啊规个闭开，更起是看现现。规涂骹是砖泰路，还有红毛土。花莲的福耀金华大楼，风评定是红单的建物，而且经过几啊届的地动，互厝受损等的情形是愈来愈热烈。住户开区款会，为原地讨论的弱战补强，落尾决议要拆除中建。不过8000多万拆除的费用，县府讲都要家己负担。消费者的灾民规百多会，结构技师来了6、7组以上，几乎都认为我们富裕精华应该没办法落成补强。县政府是要求我们自费，还可以弱震补强，所以不符合强制拆除。如果说它现在倒掉了，它会把我们这个横梁挤住，整个这样折断之后，我们的住户全部都会垮。连附近的居民嘛拢发起真正抗议来乌烟，都惊家己的厝嘛受到牵连。面对拆除卡关，住户是真恶接受，因若受损的福耀金华，地方政府无愿意拆，要求都要自费来处理。这都是那天内地饭店4月初3地动了后，花莲县府主动协助优先拆掉。同款是红单的危楼，处理方式却是无同款。如果说它涉及到公共危险的话，或者是说它已经是非常危险状态，那我们就会考虑要去做抢险啊。你现在如果一直说它倾斜，它到底有没有倾斜？没有人知道，因为你没有观测数据。花莲县府回应讲，分级分做红单，并不是代表有倒去的危险，除非影响到公共安全，才会动用公费来拆。不过有愈来愈侪住户换立场，想要为修理变作是中建。县府讲，经过区管会通过拢尊重，不过经费要为倒位来，敢受补助，也要看行政院善款统计了后，补的金额来定，这个结果按算测试会出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